翻啦，呢個係拍落嚟嘅，好繼續嘣嘣。拍晒啦 ，F sharp， 轉翻 natural， 嘣嘣嘣。好，熒光黃色要拍晒啦，嘣嘣嘣，係啦，頭先教咗啦 ，keep 住隻左手喺度，掂到條線就拍落嚟，對。頭先講咗咧有兩個位啊嚇，記得咧呢個 C sharp 呢度，左手拍咗 C sharp 之後咧，就繼續按住呢個 sharp， 直至咧下一行去到個譜所寫啦，佢話咧喺第一拍。佢寫出嚟嗰個空間咧，啱啱係第一拍之前，所以個意思即係話咧，你掂到條線咧，就已經係按咗個 lever 落嚟，以至準時第一拍可以用到啦。跟住第二個位咧，又係條線同埋嗰個時空咧係交錯咗嘅咧，就係第二頁嘅第4行。第一去第二個小節左手咧 ，suppose 佢4手指就係 E 啦、B 啦同埋。middle C 上面嗰個 E， 但係咧呢個 E 咧偏偏就撞咗對上一拍嗰個 E， 所以你基本上喺第一拍，即係第4行第一個小節呢個第一拍咧，你係冇辦法一次過擺晒呢3個音，你只可以讓一讓咯。咁所以咧，你雖然即係一眼望埋去見到，但係你千祈唔好擺住，知唔知道？所以呢首歌咧，因為嗰個 lever change 嘅緣故啦，又或者咧嗰個攝足嗰個 range 咧都重疊咗左右手咧，你係要好小心，等個啱嘅時機先做嗰樣嘢，譬如 lever change 啦，或者擺手指預備彈音。咁我見到你咧已經改咗一啲手指方法，尤其是佢寫出嚟嗰啲咧係好連音嘅咧，你自己有機會咧就斷開咗一個，譬如有4個音向下。咁咧，你有機會就改咗3個音向下咗，先至再將第4個音相反方向啊，或者斷開先再用其他手指，唔係最大問題嘅，係啦。咁但係你要奉行翻佢多啲咯，即係話如果可行嘅話，我哋都盡量跟，即係咧第2頁嘅第1行啦，佢1、3手指其實第2個小節咪1、3手指係 A 去 G 噶嘛，咁你係做到嘅喎。咁所以咧，你照做，你頭先就做啱咗咯，係啦，1、3、2、1，咁你呢個小節就完整地跟到啦。咁跟住你見到咧，1、2、3、4咧，其實你亦都係夠手指用嘅。咁你就要考慮唔好斷開啦。咁你話唔係咧，我真係好想斷開。嗰個斷開個餘地係即係你會容易咗咯，因為你斷開咗，跟住用咗3手指彈。2手指彈 G， 跟住後邊咧又有1手指可以快啲上去個 C 音度，呢個係明白嘅。咁但係咧，佢寫俾你嗰個唔係唔可行，咁咧你就要試下練下。如果練到就盡量跟，因為呢個咧就係嗰首歌要求你嘅手指方法，就係難啲嘅，真係難啲。好，咁我做一次俾你睇下啦。我叫你坐喺度，先坐喺度。我將個牌放落你膊頭度，咁你就見到我做啲乜嘢啦。即係第1行。第2個小節，1手指喺度啦，1、2、1、3，頭先1、3你係做到嘅，1、3、2、1，跟住4手指放喺呢度，你都 OK 嘅喎。跟住
我再做多次啊！第一行最後尾嗰兩個就4、3，係 connect 1。OK， 你試一次。嗱，我哋都係試下嘅啫。如果你做到咧，盡量就跟佢咯。好，我哋試一次。4、3、1擺好，二手指冇需要做嘢嘅。4喺 E， 3喺 G， 1喺高音 C。係彈4，放擺2、3。係啊，其實你做到嘅。咁你翻去實踐一下。如果跟到就跟，因為咧而家唔係冇可能啊嘛。你夠手指長啦，你理解到啦，同埋而家咁樣試隻右手係做到嘅。OK， 我鼓勵你做咯。OK。